圣殿内面朝见咱的主上帝。所以这是咱用咱的心、用咱的灵、用咱的声，三个来学咯。圣诗第4首，天下万国众人着听，大家进前归主免惊。地上万瑞当心服侍，上帝独一应该敬拜。全地服侍，真心敬奉，万主的主，万王的王。请节奏。咱三个来用第三。咱今早就是吟一首真熟悉的诗歌。今日有当时你用心去来想，讲什么？全地着服侍，真心敬奉。迄个全地服侍，毋是干那你甲我，是所有的万物，上帝所创造的万物，拢着拍拜敬奉伊。所以，当你若想到这时阵，你这个所在咧吟的时阵，有迄个心跳跳的感觉无？若无，咱阁想看觅；若有，感谢主，你已经真晓悟主所要对咱讲的话，圣经所要对咱讲的话。诗人透过这个诗词，要对咱讲的话，就是爱咱安怎同心合意来到伊的面头前敬拜服侍伊。服侍什么人？请咱回答：服侍什么人？啊？万主的主，阿门。搁一遍，咱来读这句话就好。全地服侍，真心敬奉。好，煞只过来吟第1节一遍噻，来。首讲576首，你若甘愿互上帝引带，伫各方面拢仰望伊，无论啥事主气力极大，困苦的日甲你扶持，既若靠主不便疼痛，徛石板顶拢袂摇动。我足足艰苦10日，伫12中。我就直直想到，我的苦，上帝到底要互我什么苦？搁有偌苦？所以昨日搁家己食苦过看觅，迄个苦嘛无苦。但是当你有一天需要用什么的时阵，比如话讲，伫昨来到会地整理的时阵，就发现讲，体力有恢复淡薄，但是声哪会无去？声哪会无去？
因为每一日的变化拢无同，总是我接受，因为这是上帝要互我伫疼痛中体验伊的疼，体验伊的医治，然后要创啥物？要开始搁较有力向前行，搁较有力来见证伊。所以期待咱兄弟，但咱的生活中间拢有侪共无共款的大痛、大痛甲小痛。期待你会当体验的是，上帝要甲你讲啥物，要甲你讲啥物。好，你若甘愿，互上帝引带。咱请琴继续弹，咱来做一个祈祷。他人的宝贝上帝，阮人要算什么？总是你有缘、少年缘、纪念缘、看见缘。毋管阮伫倒一个角落，伫遐咧流目屎、悲伤、痛痛的时，主你有缘找着阮，将阮带倒转来伫你的面头前。为着是要互阮得到完全、得到医治、得到健康、得到所有一切，要倒转来伫遮，伫逐所在徛起，然后永光你的名。主感谢你，这是你的灵甲阮伫这个所在帮助阮、带领阮，互阮会当更较认真伫你的面头前面对你。主，阮感谢你，安尼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各位兄姊平安，咱奉主的名开始今仔日的聚会。
帝啊，求你听我的求叫，阿乐听我的祈祷。我心失志的时，要对地的尽头求叫你，求你带我到比我较悬的石盘，因为你是我的避难所，做我坚固的堡垒，通抵抗对敌。我要永远住伫你的布眠，密伫你的膝骨下。咱吟诗要学了上帝，生死诗第4首，天下万国众人着听，请起立吟全首。坐，同心来祈祷。听阮的阿爸爸上帝，阮要倚靠你，阁要感谢你。阮伫你的面前实在是真美丽，生命真脆弱。世间阁有真侪歹人做歹事，有真侪所在无你的公义，无照你的旨意来行。总是主，你永远是阮的主。你创造阮的耳孔，创造阮的目睭。你有听见，你嘛要看见，你要监察，你要伸手来保护阮。主啊，阮感谢你有赏赐主耶稣基督，拯救阮脱离罪甲死，通得到永远的活命。主啊，阮感谢你。求你做阮一世人的主。面对阮世间的不如意，阮不时有受伤，有软弱，有时信心无够。阮求主你怜悯，求主你赦免阮行的不义，求主你赐阮安慰。嘛，到所有受委屈、遐个无公义、无自由、无平安，个人的性命拄着危险的所在。主啊，阁求你赐阮气力，拄起阮的惊吓。阮需要你的光，
求你看顾每一个信徒，病痛心情得到主你的医治，事业学业顺利，信仰耐心日日进步。主啊，佮求你兴起，佮坚固咱公园教会，互教会伫社区做光做盐。求你佮赏赐属天的智慧，互你的正经儿。求你亲自扶持教会徛在，将你的公义愿望带予这个世界。愿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来共读启应文第23篇，也是诗篇第8篇。我来客会众请大声来吟。要对上主唱新的歌，要对上主唱歌，称赞伊的名。要对万国宣扬伊的荣耀。因为上主至大，应该受极大的称赞。因为外邦的生命不过是偶像，尊贵甲威严包围伊。地洲万民拢着称赞上主。着将上主应得的荣耀归予伊。着穿圣洁做礼服，敬拜上主。一声，着对万国宣布上主做王，世界坚固袂动摇。天着欢喜，地着快乐。产园甲其中所有的拢着快乐。上主得来啦！伊要用公义审判世界。来讲述上帝的话，伫旧约圣经诗篇94篇第1节到第10节。上主，你是伸冤的上帝，伸冤的上帝啊！求你发出光，审判世界的主啊！求你起来，互骄傲的人受应该受的报应。上主啊，歹人要过偌久？歹人洋洋得意，要过偌久？因的喙吐出骄傲的话，做歹的人拢得定家己。上主啊，因欺压你的子民，苦楚你的产业以色列，因害死寡儿、孤儿寡妇，佮杀害厝外人。因讲上主一定无得注意，哪国的上帝一定无得看。恁遮个亲像真生的人着想，恁遮个愚妄的人，一时才会有智慧。做耳孔的上帝，家己减袂看见、听见；做目睭的上帝，家己减袂看见。管教列班的上帝，减袂处罚；教导人的上帝，减袂有知识。愿上帝祝福伊家己的话，佮遵守伊命令的人。咱做伙来赞美。圣歌对要献的诗是有一个上帝。
请苏元良长老伊要讲的信息是伸冤的神。三甲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伫即个清早，下礼拜日的早时，你去引带阮正经日来到你的圣殿，伫遮我们安静阮的心，邀请你的圣神来伫阮中间，保守阮即个时间，安静阮的心，安尼恳求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今日我有较早来到教会，也白遐听华语。礼拜的敬拜团伫遐咧练唱，安尼抬头甲看，想起我伫遮住的，算已经35档吼。所以阮中间可能我伫遮开始住的时候，有人还未出世也无得讲，可能也有真侪人最近还来到这个教会吼。有真侪我敬听的兄弟拢还继续伫遮咧服侍，看到真侪遮老兄弟、老姊妹献歌对来因咯，感觉心情真好太阳拄仔出来，规礼拜落雨经过哦，真开朗的心情吼。不过伫遮坐咧是嘛，晓得买顺义弟兄已经离开咱去吼所以上帝有带领人的时间有时间到，应该去见上帝就去见上帝。咱的信仰伫咱人生内面，我相信对每一个人都真重要我35当前来遮聚会。35档以前有40档，我伫其他所在伫遐是上顶伫教会里面中大做一个基督徒75档的信仰生活里面，到这几档较渐渐有时间去思考我信仰，我伫遐我的得到，我的感谢，以及我的无了解的代志最近我咧思考题目就是伸冤的上帝，咱人拢会有着冤枉的时阵。圣经内面有真侪所在记载着讲，上帝要替咱来伸冤。今仔所读的94篇，诗篇94篇第1节到第10节所讲的是，伊的上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讲：耶和华，你是伸冤的神，耶和华是伸冤的上帝。拢总有5个所在有记载着讲，耶和华上帝伊是伸冤的上帝。诗篇140篇12节嘛安尼记载。讲耶和华要为困苦的人来伸冤，为着善车的人来辩困。因为圣经记载讲，伸冤在我，我要报应。希伯来书10章30节，可能嘛是引用这节，讲伸冤在我，我要报应。这两节记载，两位的记载，可能上开始，用圣经的迄个历史来看的，可能上早记载伫《申命记》32章的35节，安尼记载讲，伸冤报应拢在伫我。不过伫罗马书12章19节，有一个小可无共款的记载，因为顶管家拢记载讲，伸冤的上帝，上帝要替咱伸冤，但是伫罗马书12章19节第5位的圣经，伊记载更较清楚，更较深入一点伊讲唔通家去伸冤啦，宁可让步，顺坦上帝会受气的带领，顺坦上帝义愤的带领，所以唔通上帝要替咱伸冤，咱唔通家己去伸冤，宁可让步，宁可忍耐，天平主怒，就是讲等候上帝的时间，等候上帝家己去做，你唔通多用去做。这是圣经内面记载有关伸冤的经文，咱人拢会有着冤枉。圣经内面讲，上帝要为着咱来伸冤，咱心理上足自然拢感觉到，上帝是为着咱信伊的人，是为着咱这信徒，为着咱受洗的上帝的囝儿要来伸冤。但是其实圣经的记载是安尼讲，伊讲上帝为什么人还伸冤？伊毋是讲对我骹步的人，伊毋是讲惊死的人，伊毋是讲干那恁即个高峰教的人，伊讲所有困苦的人、穷乏的人、善车的人，伊要讲干那信徒，也是讲是义人，也是讲是歹人，人间无绝对的义，也无绝对的好，也无绝对的歹。上帝为人伸冤，上帝互太阳出来、落雨出来，互义人嘛，互歹人。上帝为什么互人伸冤？
为义人伸冤，歹势嘛是为了这个歹人来伸冤，为了困苦的人伸冤，为了善车的人伸冤，佮甲咱讲毋通家己伸冤，宁可鸟步，就是讲咱爱忍耐，宁可鸟步，毋通家己出手，天平主怒，咱来等候主，伊家己替咱伸冤，咱等候伊的时间，爱等待，等待。你若是看我共款75档的信徒来讲，等待是一个足大的功课。我有当时感觉等待本身就是一个苦难，等袂到足艰苦安尼吼，等袂到。你爱的人你就等袂到，你所爱的兄弟姊妹伊会离开，等待是一个苦难，但是是属于心灵中的苦难。所以受委屈嘛是一款心灵上的苦难。你受歧视。你受制度的不平，哦，你受种族的歧视，但是另外一款的苦难，就是咱较常在是讲身躯直接的伤害。你有得重病，你有车祸、天灾人祸，这款的苦难，这款的苦难，咱拢有一款期待。有了苦难的时阵，有了委屈的时阵，拢讲同款。不管是心灵的苦难，还是肉体的苦难，咱拢感觉上帝及时、适时。及时，伫上好的时间会听咱的祈祷，救咱脱离，避免迄个苦难。咱常常拢安尼想，咱常常认为上帝是听咱的祈祷的上帝。搁较进一步，咱期待常在安尼想讲，上帝一定及时、适当的时阵，一定袂法搁较一步会痛苦，会法随时得到这个照顾，脱离迄个艰苦。但是你敢知，人生一定有冤屈，人生一定有苦难。你毋知在座兄弟姐妹有人捌去用冤枉的经验无？我大学毕业的时，因为我大学是读心理系，所以迄阵有备军我分2期，第1期7月期，第2期9月期。所以迄个看读册时间无啥合，所以我第2期退伍的时候已经9月，未负担申请美国。去外国读册，所以伫台湾做代志做一档，所以我伫台北大学富山大学伫遐做心理辅导师。我敢甲你讲，我感觉全世界有迄个上公义、上正直的人群，就是伫大学，因为遐无一个人讲伊有罪，大家拢讲伊是冤枉，伊拢无罪，每一个拢是安尼。我是无罪，或使讲我若是有罪，嘛是拢别人造成的，拢社会压力。拢毋是我故意的，我拢是照顶官顶司上级的命令去做，去执行尔定，拢是别人造成。甚至讲若这个罪是靠我严重，拢是咧要求法官安尼动我判，每一个拢上安尼，所以加起来毋是上第一公义的人群伫迄个所在。我举一个例互大家听，已经差不多50年前的代志。即摆想到的代志拢是50年前啊，昨昏的代志已经袂记得了。50年前我伫家咧服务的时，我做心理辅导师，迄内面有一个人，伊是杀妻犯，杀死因某。即摆50年，我想已经过身啊，会使小可讲伊的姓甲名吼，叫做钟兆满，伊可能是客人，可能钟兆正迄个文学家的亲族也无得讲吼。我钟兆拢共是讲迄个慢无共。伊伫 LA 杀死因某，因为因某让他在立帽子，因某跟别人有迄个不应该有的迄个关系，所以受气，把因某杀死。伊真温顺的一个人，所以赛车去到洛杉矶的机场停咧，买一张机票转来台湾去翻译投案，所以尾后罪证确凿，伊嘛承认，所以自动投案减刑并12章。伊伫遐大家内面咧关，伊担任我的助理，伊是博士。土木工程的博士，阮常在做伙讲的，伊讲伊无否认伊应该封关，因为照台湾法律就是安尼，这是台湾的法律，这是事实。但是你我讲，你也看，恁读的旧约圣经内面，也是今仔日的伊朗，也是今仔日的印度的草地，哪一个某对伊的先生有背叛，敢毋是伊的家长起来甲杀好死，敢有罪？今仔日我若是伫伊朗，我若是印度的草地，我可能不但无做，阁受着尊敬。所以讲，我实在是就是这个社会只不过只好安尼。但是我实在讲，我无啥物罪。一个太
死某人，伊嘛敢伊是无做诶人。这是每一个人拢会有着哦，这上下拢有这个情形。你有温快，你有冤枉无？你会冤枉，上帝敢有替你平反啦？现这当你伫公司可能受人冤枉，你伫职场，你伫社会去用冤枉，敢有上帝及时、适当的时间已经替你平反过。我家己来讲，我读博士班的时，我真顺利，我读册拢一直足顺利，一直到我想讲我去啊，反正几档我就摕到博士。但想袂到伫博士的第一届考试的时候，就去用当掉。迄个对我的我当掉迄个教授讲的代志拢足无理。伊讲我即个，互你一个题目做，啊，你出来时你安怎回答？啊，你是安怎甲我讲？迄个意思就是讲，伊出一个题目是足困难的题目。迄是我是读工学工程吼，迄差不多50当前的教科书内面的一个定理，数学定理，伊摕出来叫我证明。我就袂晓证啊！我去找到资料，啊，原来是这，我若照抄就交起就好啊。啊，我有一日路认有着伊，我讲啊，这就是迄，讲啊，我今日照你的来。结果伫论文诶迄个考试，伊我讲我这态度毋对，我嘛毋知安怎较对啊。啊，尾后我去找另外一个教授，啊顺利伫遐毕业吼。到今仔日，我阁感觉伊我冤枉，我应该顺序毕业，我应该伫4档就毕业摕到博士，结果我读5、6档才摕到博士。到即摆心情嘛，阁足歹啊！但是现这当摕博士到即摆讲要50档，嘛无讲有一个机会。迄个人，迄个教授嘛捌来台湾，要台湾募款退校募款，记者面前伊嘛无我回信的，拢无公平，这个冤屈到即摆无解决。我伫贝尔实验室上班的时，你知影迄个时代，你论文写出来，也是年终的时，你分红利的时。分来分去，拢是迄足够讲话，印度人上好讲话，拢印度人摕去；也是讲迄好处，拢叫遐白人摕去。你拢无法度去得讲，你适当的受尊重。迄个冤屈，迄个不满不是伫迄个心内。甚至我到台湾，我离开校去工业界去食豆腐。迄个时阵到台湾，这一个你启发的是，无像即摆台积电，台积迄阵想起来个，我去1998年去社会做工课站，迄阵台积电哪开起嘛也袂遐好，股票较40-50块尔，迄阵嘛甲买2万块了吼，即卖几亿啊！但是迄个时阵是制作业的精神，伫遐大家足辛苦，咪死咪活咧做。即摆讲起台积电员工的卖干啥，啊，想起来，阮迄阵就是安尼，较有啥物通遗憾？即摆就是卖干，逐日嘛，迄种工作伫台东拢总去迄个所在，但是。迄个歪曲，迄个谣言就开始出来，讲我已经沦陷了，伫台东吼已经有小三了，甚至传到讲已经结婚哦，饲伫外面，阁有囡仔。到即摆，现济当，甚至佮讲，这是一个姊妹讲出来讲，伊佮讲已经请教会牧师替我祈祷啊，互我会当浪子回头。到今仔日即个冤枉，现大冤枉，到今仔日嘛还阁无拆开。嘛无人伫报纸写过来讲，当时讲安尼毋对，我回事咧，嘛无呢。真正人拢会有着歪曲，人拢有着歪曲的苦难、艰苦，真正伫遐，迄毋是讲是我艰苦啦，我家庭嘛造成一个困扰，无平反，无报应。讲的人嘛是还阁好势好势伫迄台啊，也无讲因为安尼，伊就当兵。也是讲啥物？伊嘛去用侮辱，无安尼。最近现一当，阮太太甲我甲3、4份买起来中间，含遐亲族嘛足侪歪曲毋对的事迹伫遐讲，到即嘛11当，我嘛还无看到讲有人会当来我回事的，无，拢无啊。这是人生的事实，人生的现实。咱会有苦难，咱拢知；咱会有冤屈，你嘛一定有。我相信咱中间无人无经过有冤屈的代志。但这就是事实，人生就是安尼，生命就是遐尔复杂。人生，咱的生活，咱的经过的世界，就是遐尔复杂。上帝毋是有应公，你也去庙里多年，台湾足侪有应公，有求必应，甚至感觉上帝有求马上及时，照你所希望的，给你回应，给你报应，给你报答。真正，这款代志伫世间无存在。
5位的圣经拢讲上帝替咱伸冤，甚至讲你毋免家己去伸冤，你良苦忍耐，互上帝家己去出手去发授去刑罚，无发生。我足侪人前有一届伫某一个教会的双年团契，讲一个下面的道理，饶恕。了后有一个姊妹真艰苦，事实上是一面好心跟我讲，伊即世人去互因公公婆婆、甲面新生的厝里的人欺负到吼，实在是有够可怜。到即摆60冬，伊逐日都为了这项代志。痛心伫遐咧祈祷，艰苦心伫遐祈祷，祈祷上帝互伊当脱离这个艰苦，祈祷伊这个冤屈，这个误会会当得到解脱。但是讲是世人还未看到，已经痛过60冬，伊祈祷60冬，但是看到嘛是这个人持高楼享富贵，嘛是逐日伫遐讲迄款无负责任的话，伊嘛无看到上帝的报应甲实现。你毋知有即款经验无？大家拢有冤枉，但是咱看圣经内面安怎讲这样代志。诗篇94篇所讲的是，一开始讲上帝是公义，有冤枉伊一定替咱报应。然后刷来讲啊啦，咱头拄有读，歹人有歹行为，而且这个歹行为，大家拢看得清清楚楚，拢知影。但是上帝啊，94篇第30开始安尼讲，歹人看不起你哦。因想讲你根本无看到这个歹行为，啊无啥啦，到即摆，这个冤枉，这个报应，较无临到因身躯顶悬。敢真正上帝你是照因所讲，真正是目睭无看伊。你安尼情形要到什么时阵？但是伊是一个基督徒，可能是一个信主的人，或者上帝的囝儿，可能是代表人也无得卡。伊尾下嘛去转来讲，不过上帝我知你是可靠，我嘛有愿要相信你。这是伊的信仰，伊本来有一个人脉，中间有怀疑，尾仔佫转来伫94章，94章的尾仔，伊嘛是佫讲，我相信上帝替我伸冤。头前这5个经章所讲的，拢是信仰的真理。信仰的真理，若是一个真理的物，绝对是足简单一句话，无迄个实行的过程，无真理会当实行的过程，无真理实行的细节，嘛无真理要实行的实际的办法拢无，敢若就是咱常在咧听一个格言啊，一个真理讲。比如讲，我举一个例哈：失败是成功之母，失败是成功之母。真正失败就一定会成功，失败永远嘛是一直失败落，失败无一定会成功。失败要变做成功之母，中间一定有迄个过程。在这句话内面无讲着安怎去过程，按失败变做成功。嘛无讲迄个细节，讲第1日、第2日、第3日，还是你爱安怎做，可以变做甲失败的经验变做成功的本质，拢无。生命就是这样复杂，你无法度用简单一句话，甲讲出来你所有真理所要包含的内容。这就是咱的信仰，这就是咱的信仰。咱唔通甲信仰伤过简化去，唔通简化咱的信仰。上帝是疼，上帝是公义，但是迄个公义。甲迄个疼，加伫地面的时间是当时的出现，你无法度预测。咱只有等待，咱只是等候，安静等候上帝的旨意。只不过信仰袂当离开生活，上帝的作为，上帝要替咱伸冤，迄个代志，嘛毋是魔术，嘛毋是伫舞台里表演，突然间啪一就出来。所以咱讲，即摆看到较无信者，因为你想的时代拢是耶稣的时代，拍一个水变酒啊，拍一个摆卡咱爬起来，伫遐表演，伫遐马上出现。今仔日无即款信者，咱的生活中真罕你看到即款，差不多会使讲无啊。但是咱看到更较些、较大些信者，你有注意到无？信仰内面所有的信者拢救一个人。即摆以下的发展是一个信者，一个救几百万人，所以即个时代无需要舞台表演迄款信者。上帝要救咱脱离迄个艰苦，上帝要替咱伸冤，伊嘛毋是一个舞台表演。咱讲爱交托，咱讲顶头摊台顶戴吼，顶候上帝的旨意。但是咱真正伫即个现实甲生活复杂的过程内面，咱伫遐等，无看到真正伸冤的行为，无看到真正伸冤的报应出现时，到真正你心内有平安，你到带来你心内的平安。
我相信这个简化、上过简单的解说上帝的作为的这款信仰是有风险。第一样风险就是讲，你开始啊，你真正是有冤枉的。人你讲的可是事实，但是伫你感觉你跟上帝同款，你伫阿东夏娃底下食神乐过了呢，因为感觉嚟讲，我的目睭开啊，这是蛇甲讲的，你照着你目睭开啊，所以你甲上帝同款，会当明辨是非，你通做判断，你通做审判，所以家己感觉我就是对，所以你的冤枉，敢唔是安尼？这是一个爱电乐园内面的一个错误。你感觉你已经是上明白，你感觉你所讲出来是上对的。像我的老母在世时常来讲的，伫灶骹，甲阮太太伫遐煮，我若你食伊个，这伤咸，这伤甜。阮老母拢常来讲，我的喙上准啦，这一定无毋对，拄好咸食。阮妈妈常常安尼讲，咱人是世间的代志，日常的代志，咱就是有这款爱电乐园内面的错误。感觉讲我就是上知，我讲的无毋对，就是迄个错误，就是我冤枉。上过简化，上帝的真理，上帝的作为，就是有这款风险。可能这毋是真正你的冤枉，是人讲一个事实，你无法当接受那点。啊，甚至讲可能是两边拢有错，毋是讲干一边有尔。啊，那如果真正有，真正是冤枉，迄五则圣经内面讲的上帝替咱伸冤，咱有注意到无？我头拄有读过。迄内面五则圣经节，拢无讲着讲上帝要啥物时阵，是毋是及时，是毋是马上要照你想象方法啊替你报应，你会当等着才来报应，嘛无安尼写。但是咱伫简化的信仰内面，拢讲上帝，我甲你祈祷，你要替我喜欢，希望中就是毋是今仔日，就是明仔载，啊无嘛是今年，无就明年，啊啥物方法？哦，伊欠我50万。讲我骗钱，即马我这伊会当吐出来还我啥？就是安尼，就是以牙报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就是我若甲你若对我说啥，我就要对你说啥。咱感觉上，咱上帝替咱伸冤的，就是伫舞台顶悬遐尔清楚，足及时，照咱所需要，甲你报应。这就是风险。事实，这个物袂安尼发生。以赛亚书55章90安尼记载讲：我的道路关过你的道路，我的意念关过你的意念。这句是你承认上帝的存在，甲上帝全能的本质。讲人无当超我上帝，人袂使去犯着巴别塔的错误。伫巴别塔上，遐个人拢感觉讲，我们可以战胜上帝，所以起一个关塔要来通天，这就是咱的错误。咱有当时感觉咱真牛。咱感觉咱的旨意会当跟上帝去比拼，但是事实上毋是安尼，毋是安尼，咱在交托上帝。但是交托上帝伫所有的经文，也是咱基本的信仰，拢无讲交托上帝，就是人拢毋免作为。但是简化的信仰，互咱会倾向讲，我都有祈祷啊，一切都交互上帝，安安心心、平平安安等于，无影有平安。迄个秘伫迄个所在，你嘛是伫啊，你若无作为上，迄个艰苦，迄个秘。夭孤犹原伫你的成就顶悬，所以我感觉信仰是一个，毋是科学。你要信有上帝的存在，无法当用科学来证明，毋免甲伊辩论。哪有人要甲你讲啊？你科学不能证明啥？你无毋对，袂当证明。所以信毋是科学，毋是理性的。但是信仰生活是一个理性的信仰，信仰的生活是理性的。你在照这个理性，伊个什么叫做理性？因为这个现实，你在明白讲有这个现实伫迄个所在，这个社会是复杂的，你在照这个复杂的生活、社会行为的道德，画出人生活的意义，你才去努力。创世纪5章21到24节记载一个人叫以诺，伊活到65岁了，甲上帝同行300冬。刷礼句较重要，迄300冬内面，甲上帝同行，毋是行伫云中，毋是行伫空中，伫迄个云端。伫世间，佮生囝儿是某囝，佮活300冬，所以记载讲，伊落甲上帝同行，佮伫世间300冬，世间300冬，伊还佮是一个义人，佮会当甲上帝做伙同行。伊绝对伫迄个所在有好的行为，绝对夭孤是一个义人，但是敢无受到冤枉过，敢无受到苦难过？有，但是伊伫迄个所在，伊一定是有作为，伊一定有解决这个冤枉，伊一定是有。互迄个苦难
升华变做一个甲上帝会当互上帝感觉讲你是好，佮尽忠的萝卜。那亲像约伯，伊最后战胜迄个苦难，最后战胜迄个困难，上帝佮会佮加倍的赏赐。所以迄个所在，人的信仰爱有理性。咱若信了呢，唔通现实的世界就是讲，你若来聚会，无洗衫等于衫袂清气，一定爱佮洗过，迄就是信仰的理性。咱唔通有迄个错误的信仰，讲我今仔有啥物担的，我踮厝里祈祷就好，唔免去看杨医师哦，医生唔免，总咧祈祷就好。咱爱有作为上简单的就是，上帝今仔日信仰，就是透过理性，透过科学，伫迄个所在，唔是干那像耶稣像救一个人，是迄个理性、迄个发明、迄个信仰，一救就救几百万人，你也去相信，你要有理性，这是生活。信仰唔通超出生活。理性的信仰，我常常爱讲咱有理性的信仰，唔通反智啊，唔通反智。理性的信仰，人是爱在正，就是讲人爱努力。理性的信仰，咱去坦太修行的心，就是坦太上帝旨意完成的中间过程，咱才去努力。你敢会记得马太福音25章第1节到13节，记载有10个童女，伊伫咧等候伊的人主来，中间5个叫做戆的童女，另外5个叫做聪明的童女。伊伫咧暗时点灯，这5个戆的点啊烧拢无，这5个聪明的有准备，有作为，伊去做代志，伊准备预备的油，有备一罐油伫迄个所在，所以等到暗时暝时，这个人主来的时。这5个戆的已经无油啊！伊伫遐戆顶台，伊伫遐担心伫顶台无作为。但是这5个人伊有作为，简单的作为，伊去准备油伫遐说到代志发生的时，到上帝要伫遐，互伊更较进一步的时，伊已经准备好，会当接受伫遐上帝信任，上帝心愿开当实行出来。讲迄个马太25章有讲聪明的。仆人哈，仆人讲有一个家主伊要去旅行，叫3个仆人来，一个5000块，一个2000块，一个1000块。5000块甲2000块的，伊甲上祝福伊的钱，摕去管理，摕去作为，摕去想办法，互伊变较好，想办法伫遐会当互等候上家主转来，会阁互上家主更较满意，家主会更较欢喜。另外一个呢，安静等待，伊甲钱唱淡涂骹，拢总无作为，就是交代伊。安静等待，等候主倒个家主倒来啥？家主讲，甲5000块跟2000块，良心佮尽忠的萝卜啊！甲迄1000块安静伫遐等待的人，无甲拍落地狱啦！伊敢若讲吼，歹佮笨蛋。因为咱基督徒，咱有足侪知影圣经里面的真理教示，咱若家己无作为，静静伫迄个所在要等待上帝，行出。伊敢若舞台顶悬的新热迄款表演的时阵，有一日上帝过来时，伊会讲：戆佮笨蛋的仆人啊！咱在做一个真正的萝卜，咱在做一个有责任的信徒。咱面对这真理的描述、圣经的教示，咱在活出这个圣经的教示，毋是伫遐坦台等候。基督徒甲其他人拢共款，拢会有苦难，拢会有冤屈。人生是无常。基督徒嘛款，无断避免。但是有当时咱感觉讲，我著伫遐甲交代，静静祈祷了就无代志啊。咱甲基督徒是选民，是有优待，是有官兵的。哦，咱著有代志，咱著面对，著甲交托出去就好。所以咱颠倒无迄个抵抗苦难，从苦难中成长的能力。毋是基督徒的人。伊真认命去接受伊，去经过遐去克服起来，用升华。我早期1998年我就离开学校去工业界吼，即摆呢过了13了，甲想起来，郭台铭伊差不多伫1990年左右，伊个较安去入去产业界啊，所以早晚无几档啦。大省10万块投资咧，输了因老母互伊10万块，但是遇到困难是啥？伊无讲。去伊个关公的面前，去遐求关公啊帮忙啥等等，还是像足侪人跋筊跋输了去遐。伊毋是安尼，伊迄个时阵，把迄个困难动作伊成长的一个动力，所以险就倒去，但是努力搁努力，一项困难搁一项困难，拢去解决了。
我甲大部分伫遐去食头，或是讲工厂，我毋是安尼。我遇到困难，我嘛常常遇到工作上的困难、甲失败。我会记住，我是基督徒，我也是摕来教会，摕来伫厝里，也是默默的心内拢伫遐祈祷，讲着你来带我脱离这个艰苦，互我会当替公司有贡献，荣耀主的名。阮代志荣神益人，爱安尼做。了呢，我其实我无想过那边遐尼迷死迷乱，要强烈的作为。伊感觉上帝也是伊的光一定有安排，但是呢，毋是讲坐等遐等，伊用足侪方法去克服。所以今仔日因2000亿，我可能连1000万都无。这我问太太，我知影看偌济钱啦。这个差别伫遮，咱的信仰嘛是安尼，信仰是伫生活里面行出来。你若无去作为，上帝毋知要安替你伸冤。上帝的生活毋是坐等遐看伊伫遐表演，伊安尼报复，替你报复，替你甲冤枉除掉，毋是安尼方法。你得用这个机会克掉、掠掉，用这个方法去解决。因为上帝的心愿可能就是要互你长大，互你有更加成熟信仰，然后你会当真顺利去解决，所以你心内得到平安。有当时咱讲啊，咱那个阮中人常来讲爱乖啊，爱善良，做人爱好吼，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吼。真正，不过呢，善良是人生的底线。是一款修养，是一款教示，但是伊毋是保证。善良、坦太上帝的旨意，安静伫遐坦太上帝的旨意，无一定保证你人生会得到平安。咱真侪时阵，咱受了委屈，咱伫左边遮足愤怒，但是呢，咱希望讲到右边遮，会咱得到一个更较大的迄个报复、肯定着。但通常这两个极端都无到，你伫遐愤怒上过一层，你这边遮你来个，迄愤怒压抑下去，所以这是心理的不正常。真是你压抑迄个愤怒上，第一个艰苦，所以讲咱所需要是咧重稳一个平安的心情。你若我常常咧讲什么叫做伫地人亲就伫天人。我若当伫地人，每一个日子拢是平安的日子，我感觉我就安就伫天人同款。所以要做成这个物，咱得解决，咱得改变家己。因为人生就是安，天色不会常蓝，人的心拢袂讲是善良，祈祷嘛无一定实现哦，朋友嘛无一定忠心哦，期待常常落空，冤屈袂当得到心愿，灾病不离心，亲人会背叛你，努力会去用收割，你伫公司一定有足侪经验，明明是你做出来，去互你的老板讲是伊做的。将去发来你遐去，论文发表出来，伊的名挂头前，你的名挂后壁，手头常常无够钱，别人看起来好拢规张足好看呢，烟头阁有钱，都毋是咱家己。所以人生的实验就是安尼，上帝要替咱伸冤，但是上帝敢是魔术师？信仰真正是真高尚。但是信仰该主动发生，遐应允会，但是主动发生咱毋通简化，讲伊就是当作莫作为，咱毋免作为，信仰都免作为，咱得按等待的代志，静静等待，升华到有作为的信仰。决定伊人生的，毋是讲外面的回报，迄个对你歹的人背后生理失败，行你钱。上重要是你内心的结构的改变，你的内心的心理，你的内心的力量的改变。你能干那等要看一个回报，毋要等一个无确定的结果当时发生，迄可能永远未发生。这个补偿，这个平安，一世人拢未发生。真正改变人一生的是信仰，但是这个信仰毋是干那伫遐等待，你得用时间，用你的精神，伫这等待的过程中，互你家己干那得到试炼，伫遐等待，等候上帝要伸冤要用的方法来，你已经伫遐，你有。所以常常讲，你若是真爱是碰过逐日落来，你若无迄个知识，你也毋知讲有地心引力。你才有知识，你才有迄个准备。上帝的心愿要到的时阵，伊讲惊死啊！你是对的时阵，你无准备好，你无法度伫迄个所在。你家己爱努力。我伫三秀内面常在你行来行去，有一日我发现讲，咱的人生爱像树啊，毋通像草啊。你看迄草啊，阮兜的草啊，伊就伫遐逐日伫遐等雨来。咱压水来，你若无压水，要个雨无来时，伊无偌久就
乌去打去。啊，树仔都无共，你要甲压水流树哦，要甲压水无要紧，伊按地下去抽水出来。伊的生命过程，伊去努力去改变，伊嘛是共款有着这太阳，共款有着这干旱，但是伊有家己的努力，伊伫遐顶台的中间，伊伫遐沉浸于地面下骹浮流内面得到水，互伊长大起来。但草就毋是，咱毋通学草，咱来学树。伫遐等水，咱来克服这个面。圣严法师安尼讲：，你有了冤屈，有你困难的时，你来面对它，你来接受它，你来处理它，你来放下它。432字真言，这是圣严法师上有名，这是禅宗的境界。禅宗的境界，这不是可无好。放下，最好的只要放下它，放下就无。你若真正会当放下，你就没有怨恨，你就没有怨恨。但是这个代志，互你欠缺迄个主动足深刻的讨棒，你可能是干那麻木，你可能是干那假装无代志，嘛是一款放下，莫甲想头壳空空。出去打禅师最大目的是头壳拢空的，拢无啥，所以就无艰苦伫遐，拢袂去想到就无艰苦。所以只是训练各种方法，伫遐互你手机也袂使，这个袂使，也袂使，气质袂使讲话，啊，互你拢总无头壳拢空空，你就放下了。这款的放下，唔是咱所爱。圣经所甲咱讲，我捌伫遮分享过。我毋是讲不经无讲究疼，但是不经研究苦难比咱较深刻。苦难分足有诶，足侪苦难。圣经内面讲到个约伯记，约伯是苦，但是圣经内面达为就是你讲下面甲疼，所以下面甲疼就是一款的力量。咱这个感化的信仰内面，一定要参照这款人的作为，就是用下面甲疼来互你经过这个弯曲，经过这个苦难，会当成长伫这个所在。所以下面虽然是一款足温柔的作为，无攻击性，但是其实是足有主动的力量，一款你是意志的改变。伫迄个所在，请注意，下面并无消灭迄当时你所受到的绝望甲痛痛。下面也无一定会带来对方的改变，你只不过甲审判的权交转去上帝啊，因为你上帝是公义，上帝的意志关过咱人的意志，上帝要用上好互咱，所以讲下面是真困难的代志，但是伊也是上帝诚实、上帝实在的信仰的实践。下面是一款依靠。下面看起来是软弱，但是事实上是真坚强。看起来是敢若开脱，但是伊无讲因为遐呢，所以我下面你会做就无安尼。下面看起来敢是个放落来，心情拢放落来，莫去甲想空空。其实毋是，你若是用下面的态度，我感觉下面是超出放落。所以正月呢，迄4项上尾讲，你拢经过头前迄3，你就会放下，你就会没有恨。但是伫咱基督徒的信仰里面，那是一个积极的信仰。所以伫佛教的迄个信仰，放下是最后的目标。足侪时阵你来入山里，足侪时阵你来离开社群。但是咱的信仰是叫咱来积极去拯救世间人，所以来入入社会内面。所以咱所爱的物是听，所爱的是下面，所以伊就是接纳。所以比放下更重要的是你来接纳。人甲你冤屈，人甲你冤枉，上帝你替我伸冤。但是上好，上帝上爱看去，迄个冤心冤的解决是，你把这样代志放了，然后佮接纳，佮共款倒转来去疼迄个人。我常常咧讲，免啊疼你的对敌，新约圣经内面常常安尼，疼就是要杀死我人，真正足困难。但是我咧想，下面一个接受一个，疼一个，我冤枉的人，可能无真正遐困难。毋是要疼你，要甲你杀死迄款人，无遐困难。但是这个心境，咱无准备好势，咱无法度去下面对方，所以你无法度讨棒家己，你无法度讨棒对方。其中上严重，你也无下面，你无法度讨棒你家己。所以咱一个依靠，咱将这个物，经过这个作为，啊，甲这个愤怒甲依靠出来。
所以咱真重要。这个移交有一个仪式啊，所以我真常在你讲，咱基督徒有当时传福音足困难。阮伫土国咧传福音，阮咧教会边仔差不多50公尺就是上兴的庙吼。啊，一当内面本来礼拜这种凄凄惨惨伊啊，变百花足我讲到人听都听无安尼吼。现在人的信仰很强，我常常有当时安尼想啦，因为伊信仰是目睭看会到，伊不做伫个，所以伊就看到伊艰苦伊就退安尼。吼，有一个掠会到，你敢若芦苇你掠掉，你就感觉哦心情足好，你有一个解决咧，有一个希望。但是咱信仰目睭看起来拢无看啊一对，像我常常带囡仔去实啊。本来你盲插爱看风景，风景一对，也无一个物叫做风景。信仰，咱的信仰嘛是无一个实体物伫个所在，所以有当时咱会较无法度去。所以我感觉讲，咱来这个时阵就是科学、心理学尽量帮助咱。所以咱底下要下面要听啊，要讨放你心内艰苦的时候，你来有一个较仪式性的移交过程。比如讲哭一哭吧，比如讲做见证讲出来。我伫遮这个商业广告几啊届啊吼，伊讲哦，我心里遐迷，我足想要开一个诊疗所吼，查甫人来考，正正式式去去考，1点钟5000块一定趁下，因为拢需要去安尼一个仪式性去表演去考，你会看我，你若家己一个秘一个角落里遐吼，迄个无啥，迄个痛苦移交不出来，你要一足仪式性的物去做，所以咱伫这个所在，咱要把信仰变做生活，或者复杂的信仰，复杂的。简单的信仰，要伫这复杂的世间挖出来时阵，你来将这个情绪，你来将你的痛所产生的压抑，你要下面人，你要听人，你听袂落下面落迄款的压抑呢，把它移交出来，大哭一场，还是你写见证发表出来，你有帮助。所以移交的目的是伫咧要报仇，无法度愤接受去。迄个下面的人中间取得一个平衡，互你感觉有平安。这是互人一个平安，但是上第一重要。我感觉信仰，咱毋是讲干为着讲死了，咱要去天家，伊也甲上帝做伙做。信仰毋是干伫未来，信仰伫地人，伊就伫天人，咱就通得到平安。但是咱毋通简化咱的信仰，因为信仰上帝心愿、上帝帮助，毋是表演。咱来准备好势，伫遐等候迄个未来。一条新的诫命，耶稣要上天的是讲，恁来彼此相听。你敢知这个彼此相听，毋是咱中间彼此相听，是迄个冤枉你的人甲你，迄个歹人甲你，还是讲迄个苦难，你来看伊相听，就是表示你赦免自己、饶恕自己，不要困在那个苦难里面。你来彼此相爱，彼此是讲对你无好的人。甲咱中间，毋是干那咱中间兄弟姊妹中间，总用听，甲下面行出这冤屈的苦难。我相信咱生活中一定有真济，你到今仔日个掠掉咧，想要家己去讨回那个公道，迄个代志还是迄个人。咱是毋是当学习将这个主管交转上帝遐？但是这也无代表咱的心痛，咱的冤屈的消失。不过这是一个信心超人的过程。我们今仔日大家离开教会要转去以前，要转去到迄个对你足不公平、足多冤屈迄个职场、迄个公司、迄个场所的时，也是要转去到厝里，遐有足多摩擦，爸母中间、囝儿中间有迄个摩擦，大家对你误解，迄个场合的时，你要离开教会转去的时，转去是现实的社会的时，现实的世界的时，家己对家己默默宣言：主啊！你是信愿的上帝，但是这件代志，我无要家己去掠掉你，我要移交给你。我相信你的时间，我相信你的公义，这咱所信的伫遮，相信上帝有公义，相信上帝上好的时间会做伊上正确、上公义的处理，将一切交托出来。这个中间，你所产生，因为疼别人。因为下面别人，你心内所产生的痛苦甲不平，你来甲移交出来，而且做仪式性的，上好仪式的是讲你带有团契的生活。所以有当时咱讲一定要来教会，唔通讲当厝里在那听迄个 video， 咱今仔足侪人是讲听迄个直播吼，爱伫遮大家互相相笑笑，安尼就是一个移交性的转接上，绝对有希望来解决、来进步，互咱伫遐
对真理的体会，伫生活里面更较认密。我有写准备这个道理上有写一首简单的七言绝句啊，唔知咱大家看一下。饶恕赦免靠祈祷，委屈伤痛要移交，天父保守并引导，爱心怜悯主必教。希望大家会让这四句七言绝句简单有押韵哦记起来不是伫咱生活当中安尼去甲思考，安尼去甲变做咱信用一个理性的信用。信用是圣性的感动，但信用生活是一个理性，一个现实的。希望大家会当得到这个体会。感谢主，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真侪圣经的奥妙，你的教示阮并无了解，但是阮知主你爱阮听，主你爱阮有下面，主阮知你要替阮伸冤，但是你有照你的方法，特别是这个冤伸冤甲苦难的过程中，你爱阮学着更较成熟的信仰。求主帮助阮，阮家己软弱，求主你帮助。安尼恳求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感谢所长了真深的教导，做伙来应答上帝的话，来唱圣圣诗576首，请起立吟全首。
咱即马请书宪的同工。三甲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赏赐主耶稣基督，阮也感谢主耶稣基督为着阮的罪，定死伫十字架顶，阮得到救恩。阮也因为阮所得的一切恩赐，感谢你，阮也恳求圣神保守阮，互阮做好的管家，通来管理一切，互阮会当持续。阮也恳求你，引带阮的教会会当传福音，互更较侪人得到救。归荣光互你，阮伫遮将金钱奉献落主你圣工用，求你保守看顾，恳求你接纳阮的奉献，阮当心一直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请坐。来报告第一点，咱今仔日真感谢苏元良长老2堂的讲道，愿主赐你健康的身体，所有做的代志拢真幸福。接续来报告，咱请林正奇长老。上重要代志就是后礼拜6月28，咱要召开的临时和会，咱要监选第9任的牧师。因为这个出席的人数和过关的人数拢爱2/3啊，2/3，所以一定爱鼓励大家努力来出席，唔是尽量按努力啦吼，即来出席。把这个数字都法度斗起来，因为平常时咱和会拢是1/2，可能大家误会讲这届嘛是1/2，所以小会在这几礼拜，大家来强调这样代志，一定甲各位会友来大家斗相报吼。名单有搭伫迄个北松会员的名单有搭伫迄个。门口遐吼，大家看者，然后老高的带来甲金丝长老保证。第二个重要代志就是咱后半年底的时阵，有迄个3合1的70周年的庆典和牧师的退休就任。咱考虑其实
年初就咧准备样代志。那最近阮发现讲一寡会员人数可能应该会到300-400个人。啊，咱正常包括婚礼吼，嘛是300-400个，就知影讲这附近停车足歹停的。啊，尤其去当着节日的时阵，后壁花市花市啦吼，还是讲植物园、动物园呢，所以受伤的大家决定讲，小会决定讲，甲迄个活动刷去性格行业哦。啊，迄边规个内面停车的所在较宽，所以早起咱办70周年的活动庆典，啊下晡才做牧师就任含退休的哦，不过较这。接续咱看第4点，7月5号圣礼典也是有要圣灵洗礼、洗礼、小儿洗礼、更新礼，也是优惠会籍转入的信用各备，请按间熟熟来报名。第5点，第9期的幸福小组，咱运动幸福小组本主日暂停，爱有限的幸福小组已经顺利结束，感谢主。第6点，台神返璞归真基督徒助人者第2阶段本周六恢复上课。第7点，暑期儿童夏令营，我是媒体小达人，7月9號到11號伫聖經學院舉行，對象是國校學生，請為營會來代禱。第8點，新生合唱團，今仔日因嘛伫7點伫本會舉行九州合唱交流行情音樂會，免票，咱票伫樓骹的櫃台。時間關係，下主日聯合10點，甲教界消息，咱請家己過目。接續咱請來吟祝福謝懇的詩歌，成聖詩399首，請起立。咱吟詩線請所長老來祝禱。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众兄弟姊妹，大家三角地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绿岛必回。